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是2024年1月7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上，咱先来看迎接新的一年，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因的行程是无啥共款。民众党高文哲是去台东看新年头一个出日，因那侯友宜是参加拄啊7点伫咧国民党党部举行的升旗典礼。因那民进党赖清德伊是举国旗，甲总统蔡英文做伙参加府前元旦的升旗典礼。三个总统参选人的部分，副总统赖清德甲总统蔡英文做伙参加总统府的升旗典礼，嘛甲总统做伙为总统府行出来，而且甲民众小祝问。因那民进党高文哲透早是去台东迎接2024年头一个日头光，发表愿景的宣言。另外，国民党侯友宜是去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参加由国民党举办的元旦升旗典礼。护国神山。今仔日是2024年的头一天，透早的升旗典礼嘛真受大家关注，而且这届升旗典礼嘛是蔡英文总统任内上尾一届元旦的升旗典礼。8点半，伊伫咧总统府发表元旦的谈话，了后会接受媒体采访。这是伊9月份出访苏瓦第2了后，搁一届接受媒体采访。这8年来，台湾也真的不一样了，跟以往更不一样的是，台湾不再被遗忘。如果问我这8年的关键字是什么，我会说是世界。如果这8年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那一定有台湾。这8年来，我们信守承诺，维持现状，我们也展现决心，强化国防。不仅是永鹰号已经完成27架，海鲲号原型舰也已经下水。所以咱来看，为着迎接台南建成400年，台南市府串联全市37区，拢总400个宗教团体，伫主事的时阵做伙共争来祈福。以掌声代替炮仔声，嘛创造属于府城特有下年的特色。侪民众拢来参加甲体验，而且主办单位讲，希望这个仪式会当世代永续传承落去。民众党主席一刻摕真推来口证，用祈福的精声来代替炮仔声。建成400档，台南市政府串联全市超过400间庙寺、教会者的宗教团体，伫暗时11点15同时阵口证祈福。嘛，甲日本金铁市石浦新社东部连续口证，文化古都甲祝福的精声传甲全世界去。伊的意义呢真重大，伊就是讲要互大家人，还是国家呢拢真平安。不要抢走我许的愿望。台南400这件代志，就是咧讲咱历史的一个延伸，每一个时代甲每一个时代故事。啊，当然咱台南嘛是有经过日本时代这个阶段，所以咱这边特别邀请日本的新社，看咱这边做连线，甲这个活动办甲更较有意义，啊嘛较国际化呢。这项仪式伫2019年对自福宫、集福宫甲中福宫发起，起头敢若几间庙尔，到搭愈来愈侪庙来赞声。这届嘛，侪宗教单位嘛推出限定的礼品，送互来参加的民众。其中台湾府城隍庙送高鱼、锁匙圈仔、甲糕仔，要祝福众人新的一档好彩头。咱糕仔有准备，伊迄内底有几项吉祥语啦吼，啊要互信众来会到。会当食到，食下嘴内会当感受到好的滋味吼，啊，这点会当互伊会当平安顺利啦。每一档拢会继续办落，以后会真正就是咱台南的这个台南的一个特色的跨年。活动发起人讲，办这上大意义是要展现古都的历史风采，把促进宗教参在地民众的交流。希望这个活动会当成做一个新的起头，互台南特有的跨年仪式一代传过一代。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全球做伙迎接2024年，也那伫澳洲、甲纽西兰，还有杜拜等等的所在，是拢放烟火欢喜庆祝。不过，伫中国主要的城市，因为考虑安全，也有污染的问题，是禁止放烟火。俄
澳洲雪梨江湾大桥雪梨歌剧院用传统半暝宴会加灯会表演迎接日控之数，现场超过100万人，相当雪梨人口1/5来遮欣赏。当局部署更较侪警力维安。根据市府资料，每年全球有4.25亿个人受看过公布倒头算，也个纽西兰上大都市奥克兰天空塔用500公斤烟火放5分钟，奥克兰海湾大桥就甲更响响。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烟火点到夜空，不过中国真侪主要都市因为安全甲避免空气污染，禁止放烟火，感觉较安静。印度新德里多是有毒的烟雾大条例，跨年烟火互人伫喜庆当中烦恼健康受影响。泰国曼谷招皮野河跨年倒头算活动，为遐蛋糕跨年吸110万个外国游客，节庆收支比去年同期增加6成。日本报名时标新社，正声响起，一个啉着免钱的小牛奶甲番麦汤，当下正常时国内外游客排列靠前，几乎系新年愿望。穏やかに過ごせていいです。世界上关无天大楼，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代表哈利法塔放烟火迎接日控之数，来修正以色列特拉维夫代表阿兹列伫中心，到斗阵家乡胜利的灯火，和哈马斯靠阿要经济加上2万千人赶紧回来。We will have good news from the deal. 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政府禁止所有跨年节庆活动，表示团结支持咧受苦的巴勒斯坦人。俄罗斯红场甲去年同款，因为战争取消新年宴会甲音乐会等庆祝活动。沙沙西部边境都市贝尔格罗德和乌克兰攻击带走24条人命。部分地方已经将跨年的庆祝活动取消。公司新闻恩惠玲朋友。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西部沿海也有外岛地区，规天是较凉冷的天气。不过水汽有明显减少。咱做回来看分图。这礼拜天气多变化，东北季风拜3拜4会变强，但拜5会减弱，各地才会转做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敢若剩东部要小可会落雨。但到礼拜的时阵，又搁开始透东北季风。台湾北部明显会变较冷，其他的所在嘛渐渐会变较寒。若落雨方面，日时啊，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是乌阴有阵雨的天气。若西半部透早虽然是有沙沙雨，不过日时啊，水汽会明显减少，转做是侪云的天气。昨昏台南南部是真好天，台南门岭的梅花是长大开，透早就有真侪游客要上山来赏花。警方嘛出动人力来管制交通。另外，昨昏伫台南市区办下年暗会，是啥袂少游客，若4块的店头生理嘛拢下叫。面对大量游客入来，警方出动人力维持交通秩序，都惊交通拍死界，造成人甲车危险。元旦连假第2天，台南个别落雨天，小梅圣地台南梅仔岭透早就有大量人甲车，还未到山顶就开始塞。我们接下来还现在是找停车位，是先后我们下来，已经找好几天了，还是找不到停车位。水库路路口到梅岭风景区这一段路段我们禁止甲类大客车以及各类大货车进入。如果2层品环线道路这边车流量过大造成停车空间不足的话，我们会实施单向管制。那山区人真多，都连市区嘛同款，尤其是台南以点心出名，国家台南市政府的跨年晚会，国华街已经有真侪人订，都连店面都爱准备比平常时较侪食材才有到位。没有，我来台南玩，然后喝了。对。今天有没有想去看跨年？没有，太多人了，太多人家跨，对啊。是这种有办活动周后联潮会多超2-3场出来啊，当然会多备一些啊。这几天天气冷叽叽，台南以上舒适温暖的天气迎接游客。台南几位出名景点，阁出现真侪人订，也有跨年晚会的加持，让台南旅游的气氛阁较热热。记者综合报道。这个下年的年假，各地是出现真侪游客。不过，交通的事故嘛，在咧增加。伫咧昆定昨昏饭店过，有驾照赛车的游客，甲一个无照驾驶骑奥多麦14岁少年家咧起冤家，互相撞车的结果，这个汽车是去弄到自来水排气的开关，然后奥多麦是去弄到雨烂了后，佫摔落水沟底，拢总造成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
汽车拢甲慢慢落落，眼睛挂开，看会出来拢甲真大力。互拢派去的排气开关，水喷甲挖咧3层楼悬。屏东昆田31透早1点外发生家己弄到的车祸，一台汽车弄到水公司的排气开关，另外一台骑机车的人是弄到护栏，搁落落水沟啊，造成一个死亡，4个受伤。警消缉捕赶到现场，汽车死的人是桃园路南的游客，骑机车的人是屏东人。双方先发生冤家相拍，搁开车烧热，才会造成家己去弄到的事故。警方调查搁发现，25岁汽车驾驶手册带超过标准，达到0.49毫克。骑机车的人是敢若14岁，无照驾驶。斗殴双方逃逸互相追逐时，于南湾路段因行车不慎自撞消防栓及扭折吸护栏。受伤救治，警方初步已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全力追缉中。其中一个汽车乘客因为头部重伤送医途中死亡，汽机车拢因为违规造成车祸。警方除了调查监视器查清楚事故的原因，也要针对啉酒赛车、无照驾驶、规定相拍这违法的行为，甲汽车驾驶甲骑机车人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今仔日是元旦，嘛准备要收假。高工局预告，国道交通量有甲111百万车公里，是平常时啊年平均的1.2倍。上北方向的交通量有甲1.4倍。国道有11个所在较会塞车，若国道1号过道会出现上北的车阵。国道5号按算为早起9点，会一路塞到暗时10点，塞车的时间可能是平常时的7倍。再来，咱来看联合报。金管会讲要检讨实支实付医疗险，造成民众小济买，业者无买买。这个风波甚至影响重大伤命险等相关的保险商品，包括新光、宏泰等的寿险公司，为今仔日开始初步估计有30张的保单无买买。过来，咱来看中国时报。为今年开始做兵恢复爱做1年，有风声讲头2体阿兵哥拢会做陆军。这是甲场地还未准备好势有关系。为2024年开始做兵恢复爱做1年，根据统计，1月25买入伍的头1体，都有2100个人家己申请要去做兵，这是大超过国防部提供的300外个名额，而且即嘛传出头前的这2体拢会做陆军。共军持续交代，国防部公布30至31日24点钟内有3台强机、4只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2024年开始，搁再恢复1年制义务役。不过，根据6都兵役局的统计，申請1年役头一梯人數有2159人，國防部敢若提供332個名額。當然，配付人數也無消失，而且傳出1、2月入伍的新兵全部攏是陸軍，也引起議論。陸海空各軍種都有配付員額，那麼國防部會依照役政單位推估每個月義務役役男的人數來完成入伍訓練的一個梯次規劃，並且配合役政作業的期程來保持滾動式的調整。頭一梯600個役男會在明年1月25日入伍，預定第一年要定收9127個役男。專家分析，由民轉兵的訓練大概需要2個月的時間，推測可能是因為野戰場地也未全部完備，唔知地區前2梯的新兵攏敢會當分發到陸軍，也表示提升國軍的戰力。除了延長服役時間，嘛愛有夠的強度合格訓練，這才是關鍵。他們的演戰場地有沒有規劃完善？還沒有規劃完善的時候呢，只好先塞陸軍。只要光部把這個訓練強度恢復，把訓練場地弄出來。相關的戰力自然就會有所培養。另外，傳出國防部進前邀請部分縣市政府開會，要求調查役男相關資料。不過，役政人員認為，部分調查項目恐驚會變做選戰的議題，太過頭敏感。國防部是回應，這是因用高調的做法，在每一推出役男入營服役前1個月，先掌握到基本資料，讓身份單位會當完成裝備甲人員的管理規劃，資料內容甲役政單位都已經達成共識。記者綜合報道。接下來，咱來看，在187年成立的台鐵局，公司化改革討論已經20多年，總算在今仔日正式改制，成做台鐵公司。台北車頭原地掛的台鐵局這個扛棒，嘛成做歷史。113年1月1號，台鐵公司
挂牌成立，我们一定台铁公司一定会不负所托脱胎换骨以明天公司成立为立基点，努力向前。我们会打造出台铁的黄金10年，而且迈入台铁下一个100年。营运已经136年的台铁局，今仔日正式改制成做公司，早起会举行揭牌仪式，总统蔡英文嘛去参加。那进前德鲁固自强号事故罹难者的家属，因组的团体嘛做伙来见证。不过现此时随队拄到的问题，就是代替产业工会发起联署，甚至依法休困的这个挑战。美国全球金融杂志顶一日公布今年全球上好业国家，前3名是爱尔兰、卢森堡甲新加坡，然后咱台湾是排第14名，超过中国、日本也有韩国。不过有专家就讲，这甲咱台湾物价较低，才会较熬买有关系。2023年7月结束啊，进前全球金融杂志公布今年全世界上过好业国家排名，第1名是爱尔兰，再来是卢森堡甲新加坡。台湾虽然土地税人真多，不过也排名第14名。可以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的物价相对比较低嘛。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来算出来的这个排名，我想台湾排在全世界第14名，其实算是一个合理的位置哈，其实不会太让人惊讶哈。专家讲，这样评比主要是比较各地无同的实质购买力。台湾因为物价水准较低，也造成实质购买力表现袂歹。实际上来访问台湾甲外国旅客，大部分感觉到台湾物价较俗，以上款10块美金来算，伫台湾用买到较侪物件。Most of the time, it's been a bit cheaper. Absolutely. Like we both come from New Zealand. Prices are a lot higher there, so it's way easier for us to buy like clothing and food here. Taiwan is more than Korea cheaper. 日本跟台湾也许真的严格算起来是价格没有差很多，可是他们薪资实质薪资是比我们高的。以今年7月公布的全球大麦克指数来看，伫瑞士想要买一个大麦克汉堡，换算美金大约是7块7角3，全球上贵。美国是爱5块5角8，中国是3块半美金，台湾只买2块3角9美金。不过有专家指出，若是无看这个购买力变价，该看名目 GDP， 台湾是输日本甲韩国。不要忘了，日韩的物价比我们高很多好，所以说当然是用名目值的话，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这个讲我们台湾低薪其实就是用名目来看。专家指出，台湾物价所以比欧美的国家较俗，是因为有政府的水电补贴，加上这税扣无重。不过伫 GDP 的部分，依然有进步所在，爱继续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英国伦敦甲英格兰的南部。12月30日时阵，有真侪所在拢落大雨、做大水。互下国的铁路列车澳洲之星宣布取消迄天所有的车班。另外，伫美国加州是出现大烟，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旧金山湾区发布大烟的警告，按算会出现9公尺悬的大烟。一波一波大海鹰冲进岸，因为太平洋风暴影响，所以美国加州的海岸持续有大海鹰侵袭，海水灌入去街路，沿岸较低所在恐惊会做大水。美国国家气象局也针对风险地区紧急发布特例通知。不过，伫纽波特的海沙坡，也是有袂少冲泳的人无顾家己安全，冒险挑战大海鹰。Friends are in the water, so just trying to catch a wave without getting cut off by all the other guys. A little bit insane. I wouldn't surf this. 加州有大海鹰了后，伫温图拉当局持续甲海沙坡关起，对太平洋海岸公路沿岸主体发布疏散警告。不过气象局阁预测，加州北部至中部的海岸可能会出现9公尺的大海鹰，对旧金山湾区发出大海鹰的警告。除了美国面临大海鹰的冲击，伫英国是落大雨的侵袭。I think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stranded are worried where they're going to sleep tonight because it's booked up for the holiday, for the New Year's. 列车停开，吊伫车站。英格兰南部地区最近有大雨侵袭，和泰晤士河下开欧洲之星磅空往那淹水，铁轨路煞变细条河，班次刚才当比别取消。就连英国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甲肯特郡的艾贝斯费特的车站，2站中央的磅空嘛淹水，这个情况拢无改善。
拜六往回伦敦到巴黎、阿姆斯特丹，也是布鲁塞尔中央的列车也全部取消。 So we've been here in London for 5 days, and then we're supposed to be 4 days in Paris, and so we're having to try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over there. 41列班车被迫取消，不少旅客无位通去，伫咧等最后的希望，都惊看年规个去了了。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因为战争的关系，真侪军人是持续投入前线咧作战。不过，伫罗西亚的国内，顶一日说是有政商界真有名的人士，伊举办 party。 要求来参加的人，都拢来烫白体。这个消息一个出来，是引起众人的批评。就连罗西亚总统普丁嘛，拢感觉真无欢喜。尾后，这个 party 的主办人嘛有赶紧出面来回释的。 穿乌西衫的俄罗斯歌手吉尔科罗夫，在5号翕影片的人伸手摸身体，更加穿白色半透明衫的女歌手米利亚夫斯卡哪讲哪笑。在俄罗斯士兵一直投入乌克兰前线作战的时阵，国内煞伫20日，莫斯科一间夜店举办主题合作烫白体幻想派对，门票要100万的卢布，差不多是台票将近34万块。主办的人是布洛克兼电视主持人伊弗列娃，要求出席的人服装要接近无穿衫，吸引真侪正常名流参加。严格活动相片甲影片传出来了后，就引起大众批评。 Если вы гуляете, вы хотя бы не снимали это все. В такое тяжелое время они бы хоть постеснялись, вот им не стыдно перед теми, кто за нас сражается. Я считаю обоснованно. 对此支持俄乌战争的前克里姆林宫的布洛克、国会议员甲活动人士拢真生气。虽然真侪参加的人陆续公开回示咧，严格有关和判刑罚款，甚至有人失去公共合约，因此甲主持的时段互删除。 饶舌歌手瓦西奥因为迄一天只有穿鞋仔，甲用一个袜仔甲下半身砍掉的，和莫斯科法院用刁乱治安行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判刑15天，甲罚款20万卢布，等于是台票68000块。另有名新闻女主播嘛是总统普廷教女的苏布查克嘛出席这场活动，引起普廷无欢喜。 税务机关嘛开始调查主办人伊弗列娃有可能互判刑5档的徒刑。另外，有20多名民众集体提告，要求伊替造成大家的道德伤害进行赔偿10亿卢布，差不多是3亿4000万的台票。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再来看美国东华缅因州主管宣布的最高官员，也就是州务卿贝罗斯。12月28日时阵，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 以涉及参与叛乱为理由，禁止前总统 Trump 参与初选。这嘛叫做科罗拉多州了后，第2个甲 Trump 排除伫咧2024总统大选以外州。 科罗拉多、缅因甲其他10外州要伫明年3月7日，俗称超级礼拜日举行初选。选务人员爱伫1月7确认参选人名单，才通印选票。伫几落个议员联名提案，缅因州主管宣布的最高官员民主党籍州务卿贝劳斯28公布34页决议，内容讲依照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3条。 煽动支持者伫2021年1月7日攻击国会大楼的前总统川普，袂使参加初选。这是伫科罗拉多了后，第2个讲川普袂使参加2024总统大选的州，也是头一个由选务官员裁定的禁令。全美国各地引用这项条文，控告前总统川普的司法诉讼有几落10件。目前已经做出判决的州已经无共，明尼苏达州甲密西根州分别伫11月甲12月27裁决。 允准川普参加这个州的总统党内初选，所以川普团队针对禁令提出的上诉，是毋是会互人驳回，也甲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拢会加添选战的变数。 Several weeks ago in November, the Minnesota Supreme Court concluded that he could appear on the ballot because state law didn't have a mechanism for excluding primary candidates from the ballot for judging their qualifications. And then in Michigan on December 27th, the Michigan Supreme Court had effectively a similar ruling. The Court of Appeals had said there's no mechanism for us to judge qualifications in a presidential primary. The Michigan Supreme Court took it and said in a very short order, we don't see a reason for us to take on this case.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2023年的时阵，国际上是发生真侪大代志。顶一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年尾的谈话，呼吁全球都要合作，做伙来解决冲突，也有气候变迁的问题。另外，伫美国纽约，顶一日举办一年一届大摒扫，
希望甲歹运甲灾厄拢扫甲离一离。Let's say goodbye to this. Wow! 集会会烧掉恶棍甲所有无爽快回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年度大扫除日，民众伫白纸顶悬写这一年来想要摆脱的代志，为了将这负面能量听一笔桶内底烧掉，搁伫个五灰杂色的纸顶悬留新年新希望。That was predominantly just very hard, upsetting, tiring, scary, and just ready to just move on. It's been enough. 除了希望个人运势一切拢好，真侪人搁烦恼全球局势，祈求这场冲突会结束。各地有老无厝的难民赶紧找到安心的所在。Even with the immigrants here in New York, I pray that there's some type of settlement that comes with that, and everybody can just have what they need. I wish an end to the war, all wars, both, it's just horrible what's going on. Political unrest. 联合国秘书长第2日发表年尾讲话，伊回顾今年全球经过苦难，提醒世人不应该互相指责甲受分。2024 must be a year for rebuilding trust and restoring hope. We must come together across divides for shared solutions. 古提瑞斯特别讲到，即马咧发生的军事冲突、加严嘅气候变迁问题，呼吁新的一年世界应该团结合作，斗阵为和平、永续甲人权努力。公司新闻杨眼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超过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咱先来看印尼西爪哇省东北边2公里的所在，发生连续10站的地震，其中一届是规模4.8，是上大的。当局讲，目前有3个居民是轻伤，部分的厝有受到损伤，不过加在是无重大伤亡。罗西亚总统普京发表新年演说，甲罗西亚的军队学老，嘛呼吁爱团结。不过，伊这届演说并无明确讲到甲乌克兰的冲突。再来，咱来看在位已经52年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2世，伊伫新年演说宣布会伫咧1月14摕落来，由伊的大汉后生来继承。根据媒体报道，玛格丽特2世今年83岁，伫1972年登基，是英国女王了后欧洲在位上久的女王。镜头转来咱国内，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才拄煞过。罗清德就随国强调讲，伊批评侯友宜甲中华民国的宪法甲9二共识连做伙，会带来灾难。那侯友宜是回呛罗清德讲，完全都是支持台独，无认同中华民国。另外，郭文德是继续批评这2个对手，辩论的时阵拢伫咧乌龙世道，拢伫咧闪伊的问题。看到有小学生支持者提联络簿要来签名，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罗清德写学业进步勉励，大选斗胜进前黄金9万，连走双北桃园拍拼催票，前日港辩论会话题持续议论。罗清德本来要批评国民党侯友宜甲中华民国宪法当作2番护国神山会带来灾难，不过伊老讲宪法2字引起议论。不过罗清德有讲，让做家己做总统会依照宪法推杀国政。把中华民国宪法跟9·2共识混为一谈，而且说成是中华民国的护国神山，我认为这种说法对台湾是危险的。未来我当总统的话，我当然是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有现有的法律在推动国政。请问赖清德，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宪法有什么无共款？你说会带来灾难，就是你内心若是支持台独，你这么是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呢？不能老是做忘恩负义的事情。侯友宜应讲，罗清德都是支持台独，无认同中华民国。侯友宜规架行程安排伫中华扫票做事，要稳定中部的支持度。国家捌停郭台铭则退党的议长谢典林做伙代表整合完成。另民众党郭文铁是伫新北竞总召开岁末记者会，批评哪里对手辩论的时阵拢伫闪问题。赖清德有回答我的问题的，只是都讲错啊，他越讲越糟糕。侯友宜比较聪明，就通通不回答。一个是不认同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共支持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呢，遇到我的问题都会很会闪。
郭文铁嘛宣布新年元旦会去台东看上早的出日。所来初二至12会甲付出5心营分路进行全台大扫票，2个人一男一百语关城市拼最后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凤山有一个查某人，伊去用骗讲伊抽到超过100块高价股票，伊3步做2步，赶紧去银行要汇63万互人。加在银行的行员是真马青，赶紧通报警方来甲阻挡。也若伫苗栗嘛有一个负责人，伊加入假投资诈骗的群组，摕30万要互假做理财专员的诈骗的共犯，结果拄好去互警方查到，加在才无去互现大耳。这负责人到银行柜台头前，准备要汇钱63万，银行员发现怪怪，通报警方。这查某人对汇钱的原因无愿意清楚交代。你是要买什么健身器材啊？我买东西很杂，就是健身运动器材跟手机一些的话，相机，连这几个汇款都这么麻烦。环境一直考抗，最后伊才伫纸条写是要买股票介绍日向。原来高雄凤山这个负责人听信诈骗集团讲，有估计超过100块股票就签啊，毋过爱先汇钱，将保留资格。以为幸运之神降临的他，连忙赶到银行准备汇款，匆忙间能记得营业员的叮咛，绝对不可以跟别人说。另外，伫个苗栗，200有员警发现这查甫人，甲一个73岁细路的负责人伫路边讲话，员警向前要问清楚，两人雄雄讲讲，唔知咧讲啥。阿姨，你就这样子，是这样。没有，我过来跟我问路，来他问我那个注音要怎么写。你问谁路？这边车站要怎么走？没有，我要问他的路啊。查甫人囝是咧问路，负责人也共款为伊讲话。警方一直追问之下，查甫人才承认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来向负责人收37万现金。男子坦承为取款车手，并自行交出向富人收取之31万元。警方伫查甫人身上敲出假造的理财专员工作证，收据这个证物，依照早期甲洗钱防治法定罪嫌移送法办，也提醒民众年关特别教我，爱提高警觉，避免误信投资群组或者是网络消息，落入去诈骗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最近天气是较淡湿、较凉冷，部分的关山有积雪结冰的情形，造成登山的事故。昨昏花莲的空勤直升机就连续出动，去番之峰、甲南湖大山，甲一个脚骨摔断去，还有另外一个跋倒的登山者吊挂落山送病院。也那伫个台东嘛有台大登山社学生摔落山坎，嘛出动空勤直升机，赶紧甲送病院。救援人员伫空中发现救助山友，空军直升机赶紧来挖军，山友一直会布条继续吸引注意，队员赶紧执行救援的作业。加伤者吊上直升机，这23岁女山友伫北北二段经过甘肃南山峰往无名山时无细力绊倒，才感觉骨头断去。另外一边是54岁查甫人爬南湖大山，伫倒西峰往马比山山时无细力触倒，头壳受伤。这两个案件拢由花莲空军来执行吊挂救援，受伤的两个人拢转送到病院治疗。不过，毋那伫花莲，台东也发生这个登山的意外。台大登山社13人计划沿高度到台东海端乡的乐乐温泉，30因为天气无好撤退，不过其中一学生意外落去大约40公尺深的山谷。3月1早起，搜救人员大家先轮流甲伊救到地面上，再由空军直升机来送病院。台东县消防局讲，伤者性命异常稳定。由最近天气湿寒，台湾关山的气温大概拢伫0度顶下啊。积雪结冰造成较侪意外发生，提醒民众若是去爬山，也是户外活动，爱穿好烧，嘛爱注意安全，嘛爱建立良好的敬重、尊重山人的观念，才可度降低意外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伫台北捷运圆山站附近有一间猎野器材工作室，昨昏早起7点外，熊发生火灾，而且消防队甲火拍火了后，是又搁倒起来。加在厝住一家伙7个人是拢平安无代志。根据消防人员的研判，这个厝内底有囤真侪电池，可能是伫咧充电的时阵发生爆炸，才会造成火灾。纯纯的高烟一直冲出来，消防人员赶到位，赶紧用水工来拍火，对厝内一直传水，但过火敢若拍袂熄，效果有限。
厝内拢烧甲打打乌乌，拢乱糟糟，电视设备甲器材拢搬到外口，还佫有真侪电池拢紧搬出来，避免一直炭烧。也毋过消防队收队离开了后，现场毋知安怎，火佫烧起来咯。当时报道的时候，周遭有大概数千颗以上的锂电池哦，数千颗，火扑灭了。消防队离开的那一步，锂电池又开始冒烟了，消防队又赶回来，又把它给扑灭。导火公寓1楼瓦群二山捷运站是一间炼压器材工作室。3日早起7点外，熊熊火烧厝，厝主看到了后，赶紧把困伫地下室的厝内的人叫精神，一家7个人赶紧走出来，厝边隔壁也互紧急来疏散，暂时大家拢坐伫边啊，加在是无造成任何伤亡。那他是做摄影器材行，那他起火的原因是当时正在锂电池的充电。不管是充电或使用都是，像最常见是不要在高温环境，像说如果你人在车上使用，那你下车的时候记得把它拿下来。然后例如像说，包含在厨房或者说像说尤其是浴室啊，你在那个比较潮湿的环境充电，那本身对充电器或电池来讲都会有比较危险的地方。警消人员初步判断，敢若是厝内底锂电池充电充到一半，熊熊爆炸导火，也毋过详细原因也调查。也来专家是提醒，锂电池充电的环境，袂用温度伤高也是真实。电池出现漏油、漏水、甲变形这情况，也拢袂用搁再使用，若无导火甲爆炸风险，拢会增悬。记者陈报道。台中的高铁站为着要解决交通的问题，所以要用 AI 摄影机来掠违规停车的情形，规定上车落车都要伫咧3分钟内完成。不过有不少民众认为讲，若是再侪伙人，也是再囡仔，甚至是行李较侪时阵，敢若3分钟时间实在是伤逼。年假第2天，台中高铁站头前车真多，为少民众赶大卡小卡的行李准备要坐车，也毋过落车爱伫3分钟内底完成，以免互这个科技执法会发丢。时间太短，会造成我们上下车这样子拿行李啊，就比较有压迫感。像他如果心情好的话，很快就下去了，可能10秒内就结束了。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东西，可能他拿着气球，拿着什么，然后东西又飞走又怎么样，就会可能比较赶一点。台中高铁站区1、2楼采接送分区分流的科技执法，以 AI 摄影机的影像来分析，规工自动来侦测。站区1楼是接客专用，禁止临停送客；2楼是送客专用，禁止临停载客。也若1、2楼停车拢限时3分钟。为少民众讲，上惊拄着行李伤多，也是老大人甲囡仔要落车。另外开车的人也讲，时间控制嘛爱算甲真准。我们会帮他拿轮椅拿下来嘛，让他马上坐差不多了。有当时啊，接公司的客数哦，这下骹就较低啊。警方讲，跨年假期伫台中毋但有跨年晚会，另外也有这个5月天的演唱会，为着避免交通破解，也会加强来执法。违停超过3分钟的部分据以举发，举发金额为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警方讲，台中高铁站2021年科技执法以来，总共处理违规的停车3万多件，其中以站区1楼载客所在违规停车超过3分钟上多。年假期间除了加强来疏导，也提醒开车的人要遵守这停车的路线甲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画面内底这黄色的阿米亚是真古锥，伫10年前，伫高雄的爱河是成要400万人去遐参观。今嘛市府宣布，确定伫咧1月27会个互这只黄色的阿米亚个登去高雄，展示1个月。业者嘛呼吁市府爱河暗时的观光都要规划好周至，配合过年活动，安尼才会当带动商机。工作人员对吊手先甲半天悬甲宝宝固定伫高雄市政府的壁顶，听候宝宝放落，熟悉古水的图重现眼前，古水的黄色阿米亚转来啊！黄色小鸭的重磅回归，那包括周遭的市集，还有冬季游乐园在我们16到18号的码头，那这个也是新完成的，把我们的码头的还给市民。高雄市政府宣布离开10年黄色阿米亚，伫1月27中会高雄爱河港湾登记1个月，希望搁创造当年将近400万的参观人数，加10亿观光散达。多少会啊？因为高雄能去的地方不多，就是散步的好景点。小鸭也很可爱啊，小朋友都很爱啊。有民众真期待，也有民众感觉太流行啊，应该有更加侪选择。因为之前看过了，所以就有看过这样，就不会想再去看
有更多比它好玩的，不一定要去看那个黄色小鸭。民众看法无同，随上20年，爱河边已经陆续加流行音乐中心、大港桥、站酷群这些建设甲景点。不过，观光旅游业者认为规划也需要加强。爱河最受人家诟病的就是到晚上灯光很微弱，来旅游的人口他会觉得蛮萧条的。如果说市府在这一块再去加把劲，好好去发展，它会改变这个城市的亮点。业者分析，黄色阿米亚是由高雄的纪念，也是登卡地标，另做有春节也是灯会活动搭配，透过四周围的轻铁这的大众运输，连接高雄款景点，应该当到来真侪人阵。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伫台南新营有一间庆穗茶行，到今已经有173年历史啊。即卖业者甲因收藏的茶桶甲用具等等100多件的文物，拢摕出来展览。希望让大家了解茶米发展的过程，也佮有食茶文化。桶仔内一包一包的纸包啊，拢是放超过50吨以上的茶米，包装看起来无显白，毋过包茶文化即卖真罕见。台南有一间庆穗茶庄，创立到今有173吨的历史，有真侪种茶，特别的是因佮保存泡茶的茶具，无共时代的店名，含日本时代的茶桶嘛佮保留落来。已经100吨啊，这就是去保存茶米啊，因为咱茶米上惊湿淡。湿淡容易变质，算讲伊个阻隔这个空气加潮湿的作用足好诶。茶行讲台湾的食茶文化有200吨的历史，其中伫日本时代上界兴，也毋过经过时代演变，引发甲即摆的人较爱啉咖啡甲手冲茶，听说着较少人咧啉茶米茶啊。对第6代换店了后，伊变势转型用啉泡茶方式，谁人来联捌台湾的啉茶文化。少年仔即马对茶吼，弄较无趣味。我想讲吼，另外搁创一个茶米甲下午茶点心落去吼，互少年人介意着茶米，介意着茶米了后，较来啉茶，较知影讲。茶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好处，也爱坐落来开时间泡茶开讲安尼，感觉吼，就是即马若上班无时间，会当用啉泡茶安尼，就是客人带咱出门安尼做方便。茶行拢总收藏200件文物，那亲像一间茶叶的博物馆。茶行伊嘛拍算开放互人来参观，少数互大家知影茶米的发展过程，嘛更加会当联捌茶米的价值。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咱若是甲石头、甲土沙绑做是一面壁堵，用来做河川的布花，或者是路边的冻土壁，咱甲号做是石阁。伫屏东的新北一个向潭国小，因的老师甲学生做伙出版一本绘本，描写在地真特殊的工课，希望就囡仔角度来提升居民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老师甲假的石头一粒一粒放入去房仔内底，向囡仔小解一款生态工法石阁。因为石阁工人就是屏东新北乡特殊的职业。在做这个蛇笼的过程里面，其实让我们体会，其实蛇笼工法是保护河堤护岸最棒的。那我们很希望把这个故事可以传承出去，也让大家知道，其实保护村民、保护村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的责任。石阁工法是用金属的网仔，先照地形绑做长度形的笼仔，也是箱仔，再加一寡大细差不多的石头甲土沙剪入去，变做壁堵的方法，专门用来做河川的布花，也是路边的冻土壁。学生表示，要安怎用画图的方式去解说这项生态工法是上辛苦的。不过，也因为一摆搁一摆的修正，落尾互这本绘本摕到家乡环境教育故事绘本比赛的第1名。本以为我们画的蛇笼是拿来捕蛇的笼子，但后来经过资料查询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是拿来作为河岸的堤防的工程的一部分。我觉得在做绘本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因为有时候老师会叫我们一直改那个画，有时候觉得不耐烦，但是后面得到第1名又觉得很开心。第1名绝对不是这个就摕得到的。向潭国小的学生囡仔对创作绘本的过程当中，唔但了解家乡特殊的职业，嘛认捌这项对环境友善的生态工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提升社区阅读看册风气，在屏东南边的仁和国小专工改建图书馆，以森林为主题来打造社区共读自信站。
让学生甲在地民众会当有一个舒适的空间，享受活动的快乐。用代表大自然的插头色甲绿色来设计，甲天棚变做树枝甲叶啊，弯翘的册拄啊那像溪水。这个特别的社区共同资讯站，其实是屏东那边联合国小的图书馆改建的，希望会当互学生、校友甲社区的民众来遮看册、找资料，拢有一个舒适的空间。仁和国小是屏东县最美的共读站，我们希望这个社区共读站所带起的是全校孩子，再加上整个社区，通通一起来建立一个书香家庭。然后我们也把社区资讯站的资源，就是融入到我们社区的共读站里面。那就是民众除了来这里就是阅读之外呢，也可以使用一些3C 的资讯产品。就是等于说，不只提供给学校的学生、老师，也可以提供给社区的民众。为着鼓励活动，校方打造出森林的意象，空旷的空间，让来遮囡仔会当自由自在，选家己喜的位，用上轻松的姿势看册。在这个里面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因为它的窗帘都是用各种树木的图案，可以让人觉得很安心。从那个门一进来，就会有一种森林的气息，然后也非常多书籍让我们增广见闻。经过改造的森林共读站，为学生甲社区的民众提供一个美丽的休闲空间，希望会当培养大家阅读的习惯。让每一个人拢通享受到阅读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伫瑞典中部的一个城市，叫做乌普萨拉的市政厅，启用到今是已经57年啊。不过早期的时阵，因为财政困难，敢若完成部分的建筑。经过改造，市政厅伫2021年完成修复甲扩建。伫过程当中，结合虚拟甲实景的技术，让建筑师会当直接做修改。而且嘛，摕到瑞典的最佳建筑奖。充满设计感的大厅中庭透光，为无要互落雨时阵灰烟造成内底较差，建筑师地壁装树荫设计。这是瑞典中部都市乌普萨拉的市政厅。2011年完成改造了后，将原本老旧的市政厅修复加做新，又搁有传统的风格。When you come into us here at Contact Center, it's closed around you, it's more silent, and even if it's a lot of people here, we can be there and talk to each other. We don't disturb each other. 为中心改造这个市政厅，建筑师使用一种叫做 Tribal 的新技术，伊是一个声音模拟平台，让设计人员用透过虚拟实景第3D 的环境之下，有咱使用各种建材料的外观，更深入了解伫各种空间所展现出来不同款的声音。Then also this interior building that we have here is basically one big sound absorber that helps contribute to a good environment. And this was all virtually prototyped during the early design stages to ensure that we would get the results that we wanted. 这项技术第一摆用就是伫乌普萨拉市政厅，互建筑师选择玻璃做厝顶的建材，毋是塑胶，而且因为内底有真济大型空间，要安怎才能保持安静，都要靠建筑师的设计。When you actually change the material on the wall from, let's say, plaster to wooden panel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can actually hear and experience the change of the space. 乌普萨拉市政厅为1967年开放以来，已经57年历史。透过现代建筑工艺修复了旧市政厅。公司新闻陈伟仁朋友。来看法国一个当代艺术家 David， 伊用电脑程式的运算法来产生印象派风格作品。有人讲这是侵犯智慧财产权，不过嘛有人讲人类本身的创意是机器永远无法度取代的。标定挂真侪大寸焦的电视荧幕，内面放动态影片。这毋是电器行伫咧卖电视，而是2023年度福列兹当代艺术展伫咧伦敦的会场。今年41岁法国当代艺术家大卫跨越拉以热天的花园做主题，用实现社会软体程式，
甲翕来影像，经过电脑处理，以印象派画风的风格，伫几落荧幕顶头放出来。19世纪后半期的印象派，伫即卖一个有真侪作品流传，也定定是画展的主题。跨越拉讲，印象派大部分拢是以大自然做主题，也启发伊这边的作品。I like to see the work almost in that tradition, like kind of continuing that traditions, but doing so with a very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apparatuses and as a sort of collaborative endeavor with different type of machines and systems. 跨越拉正早就用电脑演算法来创作。有当时现场一个搭配音乐演奏，互观众同时有视觉甲听觉的体验。而主场演算法甚至是人工智慧，只不过是工具，是艺术家伫咧创作时阵的合作伙伴。I like to see technology a bit more as a collaborator in the sense. So in my studio, we develop a lot of technology, develop systems and software that become for me like what musical instrument could be for a musician. 因过并是所有艺术家拢赞同跨越拉的做法。当人工智慧开始被用来产生艺术作品，美国甚至有艺术家提诉讼，讲人工智慧涉嫌抄袭创意、侵犯智慧财产权。因过有艺术评论家是讲，科技甲艺术的关系其实无需要这么紧张。There's also space for artists to work with AI. It's another tool, just like the advent of photography and cinema allowed artists to have new tools to work with. Likewise, AI and algorithms can be something that artists can use to generate artworks. 面对科技甲艺术愈来愈模糊的界线，跨越拉认为，艺术的核心是人类本身的创意，只是机器无法度取代。公司新闻是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9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1度至18度。还有未来这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祝大家新年快乐！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